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聊一聊国补聊一聊这个刺激消费最近财经网刊登一篇报道，叫香港美妆品牌莎莎关闭内地所有门店，内地业务已连亏4年。美妆品牌莎莎大家恐怕在线下在那个商场里面或多或少都见过主要是卖化妆品的一个连锁企业。莎莎称，中国内地消费持续疲软，叠加线上消费占比高，莎莎目前线下的店铺数量无法达到规模经济效应。香港最大的美妆连锁零售店莎莎退出中国内地线下市场。2025年6月30日前，莎莎将关闭全部中国内地线下门店。截至5月31日，莎莎在中国内地的门店数量仅为9家，而在高峰期的2022年3月31日，该数量为77家。这个莎莎国际它也是一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实力也不小近日莎莎国际在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24-25财年年报中宣布了上述消息。莎莎在财报中解释在过去1年，中国内地的消费持续疲弱，消费者倾向谨慎消费，并保留现金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因此，集团对该地区的业务进行调整，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将损失及现金流降至最低。同时由于线上业务占内地营业额超 80%， 越来越多的顾客倾向网上购物，而莎莎目前线下的店铺数量也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效应，因此莎莎决定关闭所有线下门店，集中资源专注发展线上业务。24-25财年，莎莎在中国内地营业额同比下滑 11% 至 5.2亿港元，线上贡献了中国内地市场营业总额的 80%。 关店成本方面，莎莎估算并计提相应的遣散费用1722万港元，提前终止租赁赔偿费用301万港元，以及设备减值等其他支出981万元。莎莎自2022年第2季度开始收缩中国内地门店数量，22-23财年，也就是2022年3月31号到2023年3月31号受新冠疫情封控线下客流量显著下滑影响，为减少损失，保存现金流，莎莎关闭40家门店，门店数量减至37家。23-24财年，莎莎继续关闭表现不佳的门店，门店数量减至32家。24-25财年，继续关闭14家门店，截至2025年3月31日，仅剩18家门店。此后至5月31日2个月内再关闭9家门店。莎莎关闭中国内地门店背后是中国内地业务持续亏损。21-22财年至24-25财年，莎莎在中国内地年内亏损分别是 1.44 亿港元、4.45亿港元、1.7亿港元和4.49亿港元。莎莎称中国内地美妆零售行业竞争激烈，行业进入调整周期，集团对中国内地市场中长期发展保持审慎乐观。2024至2025财年，莎莎集团实现营业额 39.4 亿港元，同比下降 9.7%， 主要因为香港和澳门，就是港澳居民北上及出境游持续，就是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居民到了周末他就北上，也就是到深圳、到珠海、到广州、惠州到这儿消费休闲。同时美元走强令到港澳旅客消费谨慎，公司毛利承压，该财年的毛利为 15.7 亿港元，同比下降 12%， 毛利率 40%， 同比下滑1个百分点，年内盈利为7700万港元，同比大幅下滑 65%。 如果除去中国内地关店成本，一次性拨款3000万港元，年内盈利为 1.07 亿港元。莎莎目前主要在香港和澳门、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等市场经营。截至2025年3月31日，莎莎在全球共有174家门店，较2019年高峰253家已经减少30%。中国内地市场之外，香港及澳门、东南亚市场亦处于动态调整状态。港澳是莎莎最大的市场。24到
24到25财年贡献了集团76%的营业额，为30亿港元，同比下降12%。同店销售同比下滑16%，线下销售额同比下滑13%。港澳是莎莎唯一持续盈利的市场，年内实现盈利1.3亿元，同比下降45%。截至2025年3月31日，莎莎在港澳共运行84家门店，较去年同期增加2家，其中有26家位于港澳核心旅游区。随着大湾区加快互联互通，香港居民北上华南旅游趋势常态化。过去1年，每月北上的香港居民数量比入港的内地旅客数量多600-700万人。同时，港澳劳动力短缺、高昂的租金及其他营运成本也为港澳本地零售商带来了挑战。东南亚是莎莎24到25财年唯一处于增长的市场，该财年实现营业额4.2亿港元，同比增长15%，在集团营业总额占比同比提高2.2个百分点至10.6%。东南亚线下渠道贡献了该市场79%的销售额，但东南亚市场未实现持续盈利，也就是莎莎在东南亚是增产不增收啊，这虽然收入多了，但是没有利润。24-25财年亏损500万港元，主要由于重新进驻新加坡市场并开店5家产生的额外费用。截至2025年3月31日，莎莎在东南亚共运行72家门店，较去年同期净增加3家。关闭中国内地门店消息公布以来，莎莎国际股价持续下滑。6月24日截至发稿报0.55港元每股，单日跌5%，较6月19日消息公布前股价已跌去11%。实际上啊，莎莎国际在国内啊线下门店全部关门，这说明什么呢？至少能说明这么几个问题啊。首先一个，莎莎它是做化妆品啊，就是美妆零售，它线下线上都有，它主要市场是在港澳，东南亚是新兴市场啊，正在布局。那内地呢？现在内地所有的线下的店全部关门。第一个说明啊，这个美妆它的这个竞争非常激烈。一说到美妆竞争激烈，这大家恐怕只能想起那个谁，李佳琦啊，对吧？李佳琦诛心三问呢，他不是卖那个什么眉笔吧？眉笔他的粉丝就说，哎呀，卖的贵了。然后这李佳琦就暴怒，他的眉笔好像这几年价格都没涨，然后有粉丝说他贵了，所以我这么多年卖的都是这个价格，你为什么不这个什么想一想？你努力了吗？好像这么说的吧？实际上这种矛盾啊，这种冲突啊，反映的是消费者啊，这个消费能力在下降，消费意愿在下降。就是你实际上它的价格没涨，虽然也没跌，那大家为什么嫌贵呢？还不是因为你收入不涨或者收入在跌嘛？从这个就反映出啊，这个美妆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第二个呢，反映我们的线下零售啊，线下的这个商超、线下的商场是越来越难，这是个恶性循环啊！你看这个莎莎在线下门店在国内啊，内地最多的时候是70几家，那是3年前，70几家现在是全部关门，这绝不是莎莎一家啊。莎莎一个美妆连锁店遇到的问题，很多这个连锁店遇到都是一样的问题，这个销售额下滑，没人买，对吧？中国内地消费持续疲弱，消费者倾向谨慎消费，并保留现金，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这个包括服装连锁店啊，我记得什么优衣库，对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都在缩减门店，对门店进行优化。所谓的优化就是关停并转，把业绩好的留着，业绩不好的全部人员呢店关掉，人合并，这个就导致一个什么呢？是不是就导致这个实体店就各大商场效益越来越差？也就是各大商场你那个店铺你租不出去啊，这些连锁店都在关门退租，所以这个就你从这个万达广场，对吧？500多座万达广场卖了3年，也才卖掉80座。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那个万达广场非常好卖，那王老板他可能说像这么挤牙膏慢慢卖吗？他单击利断把它卖出去，然后他现金流回正，对吧？他就过关了，他万达就盘活了，只是规模小一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他为什么这么稀稀拉拉的挤牙膏似的卖呢？就因为卖不掉啊，500多座万达广场让人挑，人家挑肥拣瘦的，所以这个啊就互相就验证了啊，对吧？你看这些万达广场里面不就是这些莎莎、什么优衣库，对吧？这些连锁店组成的吗？租他的店铺吗？管中窥豹啊，可见一斑。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线下商场、商超日子都难过啊，说明消费疲弱。这个具体到莎莎啊，它的大本营在港澳，它在港澳是它的主力啊，但现在问题是港澳的这个消费力也在下降，
他们啊周末到北上，就是大湾区啊，澳门、深圳、广州、什么惠州，到这儿来旅游、度假、消费。但是呢，从内地到香港去的人呢，现在也不像以前了，对吧？10年前内地到香港的消费是非常旺的，去都拿着空的行李箱，回来是满满的一行李箱。现在呢，现在去都是逛一逛，买东西的少，对吧？也会买啊，但是没有以前那么疯狂。这个也就说明啊，到香港去玩的内地人也在勒紧裤腰带，消费意愿不强。按照这个莎莎在财报中的解释啊，内地的消费持续疲弱，消费者倾向谨慎消费，保留现金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因素。那怎么办呢？对吧？也就是咱们现在搞这种国补刺激消费，我们看到很多数据啊，对吧？这个国补好像效果非常好，这个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都已经把国补暂停。为什么暂停啊？因为那个补的钱呢，全部消耗掉了。国补一般都是国家补贴一部分，然后地方政府还得掏一部分来补贴，结果由于这个效果太好，钱花得太快，上半年的钱已经花完了，现在据说下半年还有1300多亿国补。但事实是这样吗？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们接着看啊，审计署啊6月24号公开的关于2024年的国补情况，说少数企业涉嫌骗取国补，多省挤占挪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这也是财经网报道啊，他说云南部分家电销售企业利用不核查商品物流信息等漏洞，通过安排员工及亲朋到店刷卡，但不交付实物，再全额返现等手段，虚开大量销售发票、交易凭证等，骗领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这是审计署查到的啊，不是咱们唱空啊。近一年支撑消费的国补促销活动得益于中央、地方政府的补贴，其中中央财政补贴主要来自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国家审计署对2024年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审计显示，少数企业涉嫌骗补，多省份存在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审计署6月24日公开的国务院关于2024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就是审计报告啊，披露了上述问题。2024年3月，中央首次明确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年先发行1万亿元，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能力，就是2重啊建设。2024年7月启用用途扩大至2星，就是2重2星啊，即其中3000亿元用于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这就是国补啊。2024年7月开始了啊，一共是30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就是消费者熟悉的国补促销活动，按政策规定只针对部分家电、汽车等特定商品。然而呢，审计发现少数企业涉嫌骗补。他说，例如云南5户家电销售企业利用审核部门不核查商品物流信息等漏洞，通过安排员工及亲朋到店刷卡，但不交付实物，再全额返现等手段，虚开大量销售发票、交易凭证，以此骗领家电以旧换新补贴171万元。你领补贴171万元，那你造假那个销售额是多少啊？至少10倍以上吧，对吧？补贴不到10%吧，就是你就反过来算，它至少虚构了2000多万的销售额。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啊，对吧？感觉这个国补促销这力度还挺大，效果还挺好的，卖了不少。但是似乎啊，这个在大家感受这个经济这一块没有任何作用啊，企业没赚着钱，企业的员工工资也没加，企业还在裁员，都是这么弄虚作假。这个审计署说啊，多省份在申领、分配、使用上述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时，存在诸多不合规问题。审计发现，在申领环节有38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被虚报套取。你看，这是地方政府啊，直接套取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审计报告指出，厦门大学将价值170万元的体育馆跑步机、杠铃等设备搭车纳入先进教学及科技设备清单申报并获批。你看看这玩意儿本来是对吧？这个专项资金是用这个先进教学科技设备上面，结果这个厦门大学把杠铃、跑步机也当做什么先进教学及科技设备，你说这叫什么事？这个真叫厦大呀！这样的事情只有这一起吗？这只是被抓住的啊。
你要记住了这个蟑螂定律，不可能就厦门大学一个学校这么干了。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的分配环节，有7236万元资金被超需求安排，这主要是4个项目，即获得地方财政安排2.18亿元专项债券，又获得2重建设和2新工作资金1.95亿元，2个渠道合计获取资金比4个项目总投资还多7236万元，这就是套取这么多钱，多套取这么多钱呢。此外，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的使用环节，有154亿元被虚列支出或挤占挪用，包括6省通过以拨代支等虚列支出83亿元，4个省将71亿元挪用于三保，三保就是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或其他项目支出，就是为了发工资啊，就开始套取这些国补超长期国债。近2-3年，中央在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中发挥更大作用，除了2024年起连续每年发行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还曾在2023年4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安排在2023年至2024年2年使用。审计署亦对这1万亿元增发国债做专项审计，发现存在资金闲置、挤占挪用、项目建设管理不严等问题。审计报告显示2023年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中，由3527亿元投向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3大领域。审计署对其中13省2066亿元资金的审计发现，有324亿元下达后闲置或被挤占挪用，包括10省将应用于2025至2028年完工的115个项目的建设资金需求，违规按2024年当年项目申报并获批，超需求多获得267亿元国债资金一经下达即闲置，其中3省未完成支出考核，将31个项目的48亿元超进度拨付至施工等单位后审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上面把这个国债资金给他申报批复下来之后他要审核你这钱有没有领走，领走了之后花在哪，这不叫审计吗？发现这很多省份呢，它这项目本来就是套取的，本来是2026年发的用的，他2024年就把它套取出来，套取那你就得花呀，结果他这钱就把它花到施工单位那儿，沉淀在了账户上，他也没项目，这就是套取，对吧？等到你这审计这风波一过，他再让这个施工单位把这钱拿出来给我发工资，都是这么造假。此外，13省违反捐款专用等规定，将57亿元挪用于偿还贷款本息，你看看还贷款去了，这个钱本来用在建设上面专款专用的，他把套出来之后去还按揭贷款去了，或者还那个什么地方政府城投的贷款。2023年增发的1万亿国债资金还存在项目建设管理不严的问题。审计报告披露，12省的120个项目存在未按规定招标，招标时违规设置限制性条款，中标后违法转分包等问题，涉及金额83亿元。9省50个项目存在偷工减料、擅自调减建设内容、降低建设标准等问题这个是审计署公布的这个政府每年搞1万亿的超长期国债，这个国债干什么呢？你就理解成反正是专门用于什么2重2新、重大工程建设，还有这个以旧换新。但是这1万亿发出来之后什么效果呢？对于这个家电的以旧换新，那就存在这些不法商放、非法套取资金。那这个和地方政府虚列这个项目，或者是通过其他手段呢套取这个国债资金，不是一个道理吗？家电这个以旧换新，那是这经销商、渠道商想办法套到私人口袋去了。那地方政府套取呢，对吧？套取这个中央的资金发工资，还这个贷款的本金利息。不管是哪种套取，是不是把本该，对吧？本来觉得这1万亿花下去就能起什么一个效果，就能拉动经济，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对吧？刺激多少消费，但实际上呢，这个钱发到小部分人口袋去了，被他们套取了，没有起到效果。我在很久以前节目就说了，国补补贴刺激消费连这些都发不明白，你怎么能相信呢？设计的那么复杂，我一个消费券，对吧？一个国补的这个资金对消费者来说那么复杂，搞那么复杂的目的就是便于这中间的人上下其手，对吧？对你来复杂，那对他来说就容易了。如果对你来简单，大家都把钱领走了，都真的买了，那他们从哪儿赚钱呢？怎么可能有好处呢？
也就是说啊，这1万亿超长国债，如果真的花到点子上，真的花到那个对应的项目或者是以旧换新上面，那中间这些经手的人他没好处啊，他没好处，他怎么会有动力呢？所以你看啊，今年啊，刚到6月份的时候，各个地方就暂停国补，为什么暂停啊？钱花完了已经，就是被人套取的太快了。这个有很多媒体报道的，咱们也做过节目，连这个新能源汽车是要对吧？谁买是要到谁名下的登记的，对吧？连需要登记的这些产品，它都能套取。那你想想，这个冰箱、洗衣机、家电，它不需要登记啊，那这个套取那不就更容易吗？所以这个都想都不敢想啊。你想想啊，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我是一家空调的经销商，我的库房里有1万台空调，这空调啊，我销售价就是2000一台，现在消费者啊可以领到补贴，国补400块。那我作为空调的经销商，你管我有没有卖掉，对不对？我就找身份证或者找什么我来刷吗？我说我这1万台卖掉了，那我就一台能拿到这个400的补贴。等400的补贴到我手上之后，我再把这个空调啊，你不是要物流吗？没关系，我把这物流，我把这从这个库房挪到别的省一个库房附近的啊一个省的库房，这就是物流费用，对吧？等我挪到那个库房之后，我从那儿又万出销售啊，我这个每台空调我已经领到400块钱的补贴，我现在物流，对吧？我从这个库房发那个库房，一台增加了20块钱物流费，那我还能赚380。我这个时候我把这个空调啊打折卖，本来卖2000的，我现在只要卖2700，我还能赚80，卖1700啊。如果这个事情再跟厂家一沟通，对吧？一勾结，那这里面玩的花活就更多了。你看，实际上就都是在套取啊国补资金。关键他套取国补资金之后，就形成了虚假销售，虚假销售就是虚假繁荣。所以从这个莎莎国际啊关闭所有的线下门店，到这个审计署公布，对吧？家电以旧换新啊，存在这个套取国补，就从这就可以反映出啊，咱们这个消费低迷，大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家不愿意消费，不愿意消费导致什么呢？实际上你就是刺激也没什么用，刺激是什么呢？刺激你只能是把我本来明年买的，我提前了今年买了，对吧？旧冰箱、旧电器啊，本来还能对付个2、3年的，但是我一看你这个有国补，看着还挺便宜，那行吧，我换个新的。我换了新的之后，不可能2年之后我又换吧，对吧？你只是把我这个提前了而已，这不就透支未来吗？我不是说啊，因为你冰箱有国补卖的便宜，所以我家里买2个冰箱，或者我买3个冰箱，我有本来1个冰箱就够了，我非要再买个冰箱，这种非常少吧？对，我家里有个洗衣机了，因为你这洗衣机卖的便宜，所以我买2台洗衣机啊，这个是家电以旧换新啊。那你说地方政府的各种项目、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这个地方政府是为了套取这个资金啊，它是虚构出来一些项目或者夸大一些项目，那这一块的弄虚作假，是不是 GDP 又好看了？是不是要解决的就业的人又多了？所以你就会看到 GDP 对吧？稳步增长啊，就业率稳中向好，你就知道这数怎么来的。所以你就会对这个对吧公布的数字啊，跟我们的这个体感对吧，跟我们细微的感觉不相符，你就知道原因了，哪个更可信？这不言自明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